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安静咱的心来敬拜上帝，请将手机关机，也是改做正道，专心来敬拜。
恁着用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摇花唱歌，着用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只是咱要用圣诗207首，207首。上帝至权，我爱称赞，来学乐咱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至权，我爱称赞，雄雄恶乐出响，喜乐点点，星星闪亮，挂靠我主的名。人民的人听伊一下，为了伊最欢喜。咱大家称赞上帝，伊名就到兴起。所行的事，我目求主，你拢甲我顾了。命头欢喜，这你福气，你每日着见效。咱大家做主圣的，着敬畏伊的名。所为人我敬畏，就无欠过一件。赛行目鸟，光着灯后，四界都正空空。伊若找主，无欠半项，无阮就欠半项。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天属于你，地也属于你，海洋、关山拢是你创造，我要学乐你。阮来到你的圣地，迄就阮的感谢甲敬拜。主啊，当阮审查家己的时，阮伫生活中常常做出无合上帝欢喜的事。阮听世界的心，赢过听上帝。主啊，求你赦免阮显明的罪，甲隐捌的罪，除去阮的骄傲，洗清阮的误会，互阮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中。主啊，我要为全球气候的变化来祈祷，求主赦免阮过度使用破坏的行为，求主怜悯阮，也为目前发生的战争来祈祷，求主掌权，求主掌权，求主赏赐智慧甲疼的心，互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愿意放下仇恨，互战争早日结束。主啊，我要继续为台湾来祈祷，求主赏赐政府官员有行公义、心存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感谢主，当阮拄着患难困苦的时，你诚做阮及时的帮赞，来保护阮。阮伫病痛中，主圣时常常教阮三角伫地。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阮，赏赐平安互阮。即时，阮要特别为教会中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为邻属儿姐妹祈祷，求主怜悯医治，互伊的心有盼望甲平安。为李鹏夫妇和民主姐妹来祈祷，求主赏赐健康的身体，保守因出入平安。为王正成、王瑞慈来祈祷，互因早日适应南洋教会即个属灵的大家庭。也特别为会理长老的脚扭伤、肌腱发炎来祈祷，求主医治，互伊完全恢复。我们为郑立新、郑立奇小朋友来祈祷，保守因出国游学的出入拢平安。为教会青少年来祈祷，
求主互因有属天的智慧做判断，也靠主来闪避青少年的引诱。主啊，暑假已经要到，教会的主日学有办暑期营。主啊，你知影阮的欠缺甲需要，求主为阮备办师资人力，有好的配搭，有适合的天气，活动顺利进行，甲参加的小朋友的心，互福音的种子也伫因的心中。主啊，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目，保守林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传达上帝真理的奥妙。你的话诚做阮路上的光来引带阮。我安尼祈祷，感谢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心来启约，启约文第64篇，启约文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章。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世引起的影。伊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造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这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就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全，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在欺骗家己。这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请咱同齐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章4节到6节。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4节到6节，我来读。伫咱一切患难中，伊安慰咱，互咱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个拄着逐款患难的人。因为基督为着咱受真侪苦难，咱嘛通过基督受遐尼多的安慰。阮若拄着患难，是要互恁得到安慰甲拯救；阮若得到安慰，嘛是要互恁得到安慰。有困难通忍受，
甲阮所忍受上款的苦难。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帮赞甲亮光。只是教会做事小组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握手。十字架的道路。
一切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日早起要为咱正道的是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从刺痛变成疗愈，将时间交予林牧师。大家这平安。真感谢主，今仔周四小组带咱来将一切阳光归伫咱的父上帝。伫咧即个诗歌面顶去讲到即个伫咧咱的人生内面有真侪时阵有一寡超过咱的想象，也是咱安尼无法度担当的代志。当咱伫咧面对着这个安尼这个困境的时阵，咱是毋是会晓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来遇着咱的这个软弱甲着这个这个困境，来甲因挥挥手，甲因说再见。咱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来遇着咱的主，领受对主来的刚强甲着满满的喜乐，互上帝话来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咱同心来祈祷。阮咱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一遍搁一遍伫主你面前的敬拜，以及阮逐工的读经甲着祈祷，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不管是伫咧顺境还是逆境，拢会通互阮随时时常会晓去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对主你来领受对主你来的快乐甲帮赞，互阮安尼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活出一个合伫主你的心意，得到主你欢喜的温度，安尼迄个性命，互阮所活出来的性命，会通甲着阮的即个得救的即个稳定，会通安尼相拄。阮搁一摆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主的圣名，阿免。有一首诗歌共款嘛是伫咧咱的周二的祈祷会，是伫咧咱的即个周四小组内底嘛偶尔会去唱到的一条诗歌，叫做在主里的时刻。相信有真侪人甚至嘛法度去暗念。有一对即个真恩爱的即个翁仔某，即个先生是大的即个一名医生，伊的太太是一名的即个护理师。因伫咧结婚了后，真久好不容易才得到安尼一个囝儿。结果无拍算，即个囡仔伫咧3岁时阵，煞去互诊断出甚至互这位医生嘛无安尼讲束手无策的即个癌症。这对夫妇安尼真恳切来向上帝来祈祷，祈求上帝会通安尼迄个上帝医治的手会通临到伫伊即个囡仔的身上。即个囡仔嘛安尼真贴心，时常伫咧伊的老母的即个怀抱内面，就唱着头讲着即条诗歌，在主里的时刻即条诗歌，安尼伫遐毋但是安慰伊家己，也安慰伊的老母。就即个囡仔安尼伫咧3岁，安尼上帝就接伊转去到伫天顶。但是即个老母因为即个囡仔伊自细汉安尼就牵条伫上帝，所以对即个老母来讲嘛会通讲是安尼会通得到真大的安慰。因真确实、真清楚知影讲，即个囡仔当已经伫爸上帝的怀抱内面。后来即个医生，后来伊就离开即个伊的医生的即个岗位，去到伫美国去读神学，落尾佫取得即个神学博士，了，伊转来到伫台湾，就伫咧某一个咱台湾的神学院，伫遐来担任院长。
毋是咱的，毋是咱长老教会的新人医吼。即种安尼将迄个伊内心内底迄款安尼迄个悲伤安尼转做迄个会通去疗愈甚至会通来帮助别人这是一个会通讲是上好的一个例。有一日我伫咧即个我圆山的厝的后壁伫遐咧除草。无事若有闲，干那会通去挽草尔，无通去种物件。迄落种啥拢袂活，干那草仔会活尔。所以我就伫遐咧挽草，无事娘就特别甲我注意，甲我讲，甲我提醒讲有咧我的园内面，毋知影哪有发即种草啊？毋知影恁会记知影即个叫啥物货无？对吼，这叫做咬人猫，咬人猫是荨麻的一种，另外一种嘛是荨麻，即种恁可能会较少捌看到。即个草甲着伊的迄个规个迄个茎面顶，咱会用看到，拢充满了真侪遮的刺，佮即个草，即种草伊的即个刺若去互即刺插着你会安尼会通讲安尼讲刺痛难耐但是嘛真特别，即种草伊会用做麻绳，中迄张图就是经过制作了变做麻绳。咱今仔日咱的人的生命内面，真侪时阵嘛，较亲像共款，即个荨麻共款。咱的生命内面有当时嘛充满了真侪的即个刺。有一位即个安尼白羽童姐妹，伊的心就较亲像伫咧伊心内充满了侪遮的长满了即个荨麻的一个安尼讲荒地共款。伊捌安尼真充满了真侪的愿望，甚至信任但是，安尼伊伫咧伊的生命内面，却安尼一遍搁一遍，安尼拄着侪遮的伤害，互伊感觉安尼变甲真敏感，甚至安尼拢真容易来去防备别人，小可磕着安尼，就会安尼唤起伊内心内面的迄款安尼刺痛那亲像。过往的迄个创伤悠然伫咧伊的灵魂的内面，悠然安尼深深安尼讲扎根伫咧伊的内心内面，所以伊将伊安尼伊的迄个内心安尼筑起安尼一座的高墙，伊以为安尼会通来保护伊家己免得安尼受到安尼伤害，但是伊却发现因为安尼的缘故，直到伊煞来促使。安尼讲失去了侪即个爱甲温暖的一款安尼机会，所以伊伫咧伊的内心内面有迄款安尼的犹豫，即款安尼迄个防御，真正会互伊通变了搁较好吗？是只有伊的性命敢若会通亲像荨麻共款带着刺安尼继续伫遐咧活，直到有一日。伊拄好读到一本即个有关即个植物的即个册，内面有讲到安尼即个植物疗愈的一寡内底的一寡提醒。伊讲到讲，即个荨麻虽然安尼会互人安尼感觉刺痛，但是伊内面确实有安尼含有这个丰富的矿物质，甲着即个抗炎的成分，会通舒缓疼痛、修复身体，甚至能够滋养生命的草药。伊个如果伊若比正确来互人处理过了，迄个刺痛就无搁再成做一种的惩罚，而是一种疗愈的过程。当即个雨桐伊安尼看着即段话了，伊伫咧迄个看着了，伊安尼
咱讲会通讲伊的性命内面突然形容啊硬去，讲如果即个荨麻会通安尼对一种互人感觉会通互人感觉真惊、真害怕的一个植物，会通转化诚做会用会互人安尼疗愈的一个草药。安尼伊生命内面的迄款安尼迄个伤痕，也是迄个痛痛，是毋是有法度会通来得到转化，诚做伊成长的养分？后来伊安尼伫咧读圣经，伊也看见圣经内面诗篇内面，伊讲起着讲诗篇147篇讲，伊医好伤心的人，包扎因的伤。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扎他们的伤处。如果上帝会通来医治破碎的心灵，安尼伊是毋是有缘会通来相信，伊家己的迄个伤，也是讲伊迄个生命内面遐个痛痛，无搁再是终点，乃是一个转化的开始。咱会通看见即个规个荨麻的即个伊的迄个生长内面。荨麻是生长伫咧迄款安尼讲，伫咧迄个芳的迄个所在真容易发的一个植物。伊伫咧伊的迄个叶子，咱来看伊的，不管是伫咧伊的叶片，还是伊的根，迄个伊的茎上面拢长满了这种细小的小刺。当人无意当中去甲磕着，哇，迄种的刺痛，伊迄个刺毛所释放出来迄种化学的迄个物质。会互你的皮肤感到迄种安尼，毋若是敢刺痛，甚至会互你感觉有灼热感。即个雨桐伊就发现讲，伊家己的内心伊的迄个反应，甲着即个荨麻足共款的。伊伫遐伊真紧捌安尼专心来投入甲人的迄款安尼的关系，伊却安尼伫咧迄个关系中间安尼受着背叛，背叛。直到伊开始伫遐安尼伫遐来安尼抗拒，是迄种较亲密的迄种的结连。伊安尼真，但是伊又搁较无会通甲人有迄款安尼迄种的归属，但是却安尼感觉讲安尼遭受到拒绝，互伊安尼。真惊吓讲来展开，咱讲敞开伊的心，所以伊无搁再投入就伊就感觉讲伊只要伊莫搁投入，安尼伊就袂搁受到伤害。但是伊也伫迄中间来发现，迄款安尼的迄个自我保护的结果，就是伊将家己孤立起来，所带来是一个搁较咱讲搁较深刻的迄款安尼的寂寞。伊的迄个防御机制，就甲亲像即个荨麻共款，面顶迄个刺毛，伊保护伊家己，免得伊家己搁一届来受到伤害。但是伊也免得安尼，互伊家己安尼，互人咱讲真恶劣，互人亲近。伫圣经内面安尼讲你要将要将一切的挂虑交互上帝，因为伊关心你。检采即个雨桐，伊伫咧伊的即种迄个恐惧，也是迄个不安，伊伫咧防备，应该爱交托互上帝，而毋是毋是安尼，互即个安尼才会安尼惊吓即款安尼封闭，诚做伊迄个生命内面的迄个枷锁。咱若对伫咧迄个草药的迄个迄个册内面会通看见，即个荨麻伊的即个刺痛，毋是一种终极的迄个状态，伊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是伊经过适当的迄个处理，伊会通诚做安尼迄个讲真营养丰富的一种的药草，当安尼共款，迄个雨桐伊伫咧看过这个册了，伊就开始伫遐来学习，伫遐来安尼看要安怎来将伊家己要安怎来安尼来展开，但是伊搁对人有迄款安尼的惊吓，所以伊就开始来安尼
来向上帝来安尼拢展开，拢开伊的心，伊就开始去想讲，伊要怎样来将伊家己的迄个伤，伊迄个安讲伊迄个刺痛，安尼来转化，成做伊生命内面迄个成长的力量。伊就伫咧中间，伊发现第一项会通帮助伊的，就是伊伫遐开始来去辨识即个防御机制，伊去找出迄个伤痛的迄个根源到底是伫咧倒位。荨麻的迄个刺毛是伊的迄个天然的迄个防御的机制，但是伊的迄个防备的心理，也是过去迄个伤害安尼讲积累所结果。所以伊只下开始来思考讲，什么会，互伊会安尼遐尼惊吓来安尼惊讲来要安怎来去敞开伊家己。伊是毋是伫咧安尼？因为过去的这个创伤无意间来互伊，怎啊将家己变做一个安尼真无容易互人亲近的一个人。伊知影伊伫遐，伊需要来拆开伊心内的迄个高墙，但是伊必须要先爱做一件代志，就是爱真诚实去面对伊家己迄个伊生命内面即个创伤的即个存在。有当时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嘛，共款，咱会拄着一寡问题，就是咱伫咧面对着一寡代志了后，咱会来将咱家己包装了真好势，讲即件代志我已经过去啊。但事实上，伫我的生命内面，咱讲迄个创伤，依然阁继续伫咱的生命内面伫遐安尼继续伫遐来刺痛着。所以咱需要真诚实来去面对咱即个创伤咱所面对的这伊的存在。所以伫圣经内面，佢讲到讲安怎，讲诚实的嘴永远可靠，白贼的字只有通挡一时仔久。所以咱需要真诚实去面对，有即个伤痕伊事实上存在伫我的生命内面。所以，即个雨桐伊就开始决定讲，伊无要再来伫遐来倒撇，乃是伫遐来勇敢来承认伊家己的即个创伤。后来伊也搁伫咧即个荨麻的即个经过即个去研究即个荨麻的过程内面，伊也去看见，伊需要安尼伫遐来学习一个。要安怎来去温和来去表达家己，来毋是伫遐来压抑，也是讲甚至讲透过攻击来去讲拒绝承认说有即个创伤伫遐存在。迄个荨麻伊经过迄个煮沸了后，迄个伊面顶的迄个刺毛的迄个毒性，会被迄个安尼即个煮沸过程当中。安尼讲综合掉，变做一个会通好食的养分。共款，伊也伫即个雨桐，伊就伫迄中间，伊发现伊会通透过真温和的方式来去表达伊家己内心的一寡的感受毋是用着迄种真冷漠，也是迄种安尼真愤怒。来去拒绝别人对伊的迄个关心。当伊伫遐感觉不安的时阵，伊就开始用着祈祷来安定伊家己的迄个心内的迄个咱讲焦躁不安的迄个内心。伊无搁再安尼直接来伫遐安尼透过迄种安尼自我封闭来伫遐来拒绝迄个别人对伊的迄款安尼关心。但是当伊安尼。决定伊家己如果伊若伫遐安尼，搁一摆来受到迄个讲被冒犯的时阵，伊就开始尝试着伊要用着迄个温和，但是坚定的方式来去表达伊家己生命内面倒位是伊的界限。真侪时阵，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会出现即个问题，咱家己咱的界限不清，甚至是咱影响着别人，咱家己的界限不清。有的人是别人的界限不清，咱伫咧这中间，咱需要真清楚、真温柔，但是真坚定来去表达讲，咱的界限伫倒位。
甚至咱伫迄中间，咱若受到咱讲别人对咱的迄款咱的侵犯的时阵，咱是毋是会通真坚定来甲因讲啊，你安尼已经去触到我的底线，毋是吼迄个怒气去伫迄中间来去驱赶别人，也是讲驱离别人。讲有当时人迄种对咱的迄个关心，但是有当时咱讲过了头，去踩到了我们的界限，但是别人毋知影，咱是毋是会用伫迄中间，咱无用着怒气伫遐来甲拒绝别人，咱是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安尼用着温柔的话来甲因讲啊，你安尼已经去犯到我的界限。圣经内面啊，也安尼提起着伫咧箴言15章内面讲起着讲，迄个温和的应答，互受气煞，哦，气插的话激起受气，哦，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粗暴，触怒气。所以，这个雨桐伊就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学习，用着温柔的这个态度来面对伊家己的遐个安尼，伊遐个伤痛，甲着伊甲人的迄个关系，伊无再互迄个创伤来去决定伊家己要怎样做。所以，雨桐伊伫迄中间，伊开始伫遐来学习，伊就发现讲第三项，伊需要互即个伤害诚做祝福，就是迄个亲像即个荨麻，伊即个养分共款，会通好滋养身体。哦，伊检测伊的过去也会通诚做伊的迄个成长的迄个基石。无搁再互伤害继续一直伫咧伊的生命内面伫遐来诚做伤害，安尼若听，乃是即个伤害会通诚做伊成长的养分。即个伤痛无搁再诚做迄个安尼，干那只有带来迫害，乃是要带来搁较侪的学习、成熟的迄款呢，互伊家己会用有成长安尼的机会。所以伊的过去就伫迄中间来教会了，伊要怎样去分辨啥物人是值得伊信任的人，也个伊会通对别人的迄个痛苦内面，会通搁较安尼，咱讲同理心，对迄个甲伊共款有受着迄种共款的痛苦的人，伊会通对伊会通表达迄种共款的迄个同理心，会通安尼搁较会通诚做别人的迄个安慰者。所以伫咧中间。就咱今仔日的经文内面所讲起到的，咱伫咧面对着咱一切患难的中间，上帝伊安慰咱，互咱会当安尼用着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个拄着逐款患难的人。所以，如同伊伫遐开始伫遐来明白伊家己的、伊个人的家己的遐个伤痛的经历，检测拄好是会通安尼。是上帝要使用伊来互别人会通诚做别人的祝福的迄款安尼的见证。所以咱会通来去好好来去亲像，伫咱的生命内面是毋是有共款安尼迄款安尼迄个经历？佮迄个经历，咱是毋是有通诚做别人的帮助，诚做别人的祝福？当如同伊开始伫遐来运用。安尼即个方法了，伊就伫遐来发现，伊家己的内心无搁再迄种充满了安尼侪迄种安尼讲防备心，乃是伫遐开始伊会通有搁较侪的平静，甲着搁较侪甲人的迄款的连结。伊伫遐无搁再伫遐来安尼行行迄种亲密的关系，乃是伊伫遐会通来学习去信任，甲着伫迄中，甲着迄个保护的中间，伊伫遐来去找着伊。生命内面迄款安尼迄个平衡，伊也伫遐无搁再安尼，互迄个过去下迄款安尼迄个创伤来去伫遐来讲驱动伊的生命，乃是伫遐来伊来选择用着迄个智慧去应对遐伫咧伊生命内面遮新的挑战。所以伊会用透过着伊家己的故事，会通诚做别人的一寡遮个帮助的困难。这就较亲像我伫咧我嘛捌分享过我的第二查某囝，伊伫咧伊伫遐安怎，伊伫面对着伊的迄个安尼
讲伊伫咧失恋的过程当中，伊会安怎对迄个失恋内面后来安怎出来？后来伊伫咧面对着甲伊有共款的一寡遮个安尼因的同辈，伊就伫迄中间会通来讲起着伊过去伊安怎去拄着遮个代志，伊安怎伫迄中间透过敲找上帝的话语，佮透过安尼上帝的帮助，佮一摆伊会通有一个新的看见。后来上帝怎样帮助伊去安尼搬过伊生命内面的遮个苦痛，互别人伫咧伊的迄个故事内面会通成做别人的帮助。所以如同伊的生命无搁再充满了迄个安尼侪即种刺痛，乃是伊一下会通开始来散发出迄种会通互人生命得到疗愈安尼迄款安尼的芬芳的气息。所以弟兄姊，咱的人生内面有真侪时阵，咱会拄着侪遮个伤痛，无一定只有干那带来迫害。如果咱若只有干那带来迫害，安尼咱是毋是会用好来去亲像？是毋是咱犹原抑阁干那只有停留伫咧迄个困境、迄个苦痛的中间，咱无对迄个中间来讲爬出来？所以如果咱的即个咱也会通真清楚知影讲，咱的人生的这个伤痛，无一定只有干那带来迫害，乃是要成做咱的成长的即个催化剂。安尼，当咱学会晓来去分辨咱家己生命内面的这个伤痛、这个刺痛的时阵，咱有法度去温和来去面对、去处理，佮咱会通对伫咧迄个伤痛内面去提炼咱迄个。提炼出迄个伤痛当中的迄个智慧，安尼，咱就会通将咱的生命内面的这个伤痛，会通来转化，成做一个咱生命内面真珍贵，甚至是成做别人真珍贵的智慧，甲祝福。拄甲亲像头拄牧师伫咧上头前，我所分享到的迄位即个医生的夫妇，因伫咧。安尼，因伫咧经历着，包括着因安尼怎样伫上帝面前，伫遐安尼苦祈求上帝来医治伊的囡仔，但是伊的祈祷并看起来亲像无得到听见，但是伊伫迄中间依然继续祈求上帝，互上帝来引带伊生命，引带伊的心，伊就伫迄中间会通成做侪人的帮助。侪人的祝福，所以你看这愿主的神伊的光来不断来光照咱，互咱会通时常来对咱的内心来咱来讲话。咱的生命内面有拄着什么款的伤害，有什么款的伤痛，咱是毋是真正愿意来到伫上帝面前，来真诚实来面对咱生命内面的这个困境？伫上帝面前来向上帝来求讨，求上帝来透开咱心内这个结，互这个苦痛无搁再成做咱的苦痛，乃是要成做祝福。咱会通搁一间好好来去回想头拄牧师所分享到的，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到底有啥物款这个迄个苦痛，是毋是伫咧即个苦痛的内面，咱的人生内面，这个苦痛？是毋是会通成做咱真正咱生命内面的祝福？圣经内面伫咧约翰福音第14章也提起着，主讲我将平安留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如同伊欢喜来接受上帝的平安，伊的伤痛就无搁再成做伊生命内面的限制，乃是伊生命转化。甲着迄个更新的迄款的那种契机，所以也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到的，咱会通过一间好好来去深想，伫咱内心内面到底有啥物款咱所拄着的这个伤害，这个伤害抑阁继续伫遐咧，互咱的生命隐隐作痛吗？如果是安尼，要怎样？咱会通好好来去想，透过咱今仔日咱所咱头拄所分享着，咱会来想
头拄牧师所分享的，伫咱的生命内面，即个刺痛的荨麻是啥物份？咱是毋是有一寡啥物伫咱生命内面即个创伤，也是讲失落，也是咱拄着背叛的即个经验，抵到咱伫咱的生命内面筑起了即个防卫机制。安尼，咱要安怎来去看待咱所拄着的即个反应？伫诗篇147篇第30讲，上帝要医好遐伤心的人，要包扎因的即个伤处。安尼，咱是毋是愿意来将咱的即个创伤真正交互上帝，交托咱的主？也是咱每一届咱咧伫遐来向上帝祈祷讲，主啊，我将即个伤痛交托在你的手中的时阵，结果祈祷了，佫继续佫甲伤痛佫放佫咱佫甲收转来。咱是毋是有当时是毋是误用即个防备，诚做是咱的保护？伫咱的人生的关系，咱人际关系中间，咱是毋是有当时咱选择用着冷漠、愤怒，也是迄个鼓励来去面对着咱生命内面的即个伤害？安尼敢真正会通带来迄个平安嘛？伫圣经内面，咱头拄有讲起着箴言内面所讲着迄个柔和的回答，咱是毋是有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学习着？咱用着柔和的回答，甲着祈祷来去会转化，来去转化咱生命内面去拄着即款安尼创伤、即款的伤害时阵，咱的迄款安尼生命的迄个反应。搁咱的伤害是毋是捌安尼诚做别人的祝福？是毋是有某一寡的经历会通？虽然讲伫咧当下是痛苦的，但是咱却会通因为透过咱的即个成长的过程，咱会通诚做搁较会用同理对方，会通搁较捌安怎来听别人，互咱会通安尼愿意将咱家己的生命会愿意来转化，咱拄着遮个伤害时阵，会通将咱的生命转化做会通诚做疗愈别人的一个香草。伫咧哥林多后书，咱今仔咱所读的经文内面讲，上帝伊用着伊的安慰，来安慰咱的时阵，咱嘛会通用着上帝互咱的安慰，咱会通来去安慰别人。咱是毋是会通诚做安尼别人的迄个祝福？也是咱是毋是愿意来开始一段来医治咱家己的内心的迄款的创伤、伤害，来去转化的迄款安尼过程，互咱安尼对迄个原底本地迄个防卫的迄种自我封闭的迄款安尼生命来走远，来行远伫迄个信任对伫迄个刺痛行远伫咧迄个祝福安尼迄款安尼生命。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着祈祷是讲咱伫咧甲人伫遐来谈话以及咱的一寡咱的行动，咱包括对别人对咱的迄个伤害，咱欢喜来伫遐来描写，来表达咱的感受，中间咱开始来一步一步来去转化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无搁再诚做迄个一直踮伫咧迄个伤害的迄个过程。愿主的灵亲自来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诚做主你国度的一份子。但是阮伫咧即个过程内面，阮犹原会通犹原会面对着侪侪阮伫阮生命内面的一寡的伤害，是阮安尼讲不可逆的一寡代志，比到阮会产生侪侪遮个自我保护封闭。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通伫咧面对着阮生命内面的遮个伤痛的时阵，阮会通搁一摆转来靠伫主你的面前，互阮会通用着柔和谦卑的心，用着祈祷来向主你来交托，也伫迄中间，甲人会通有真诚真安尼
温柔来去对待对方，来讲出家己的生命内面家己的界限伫啥物所在，以及家己内心的感受，互家己无搁再伫咧迄个安尼受到伤害了，互迄个伤害继续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成做阮生命，来刺插阮的生命，来互阮继续安尼一遍搁一遍伫遐。每一摆当阮想到的时阵，阮心内就凝；阮每一摆想到的时阵，阮心内就气。主啊，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晓伫学习主耶稣的款式，阮选择来了解，选择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选择用着温柔谦卑来跟对主你，互阮伫阮面对着阮生命内面的遮个困境的时阵，阮无搁再继续踮伫咧迄个困境的中间，踮伫咧迄个伤害中间，乃是阮要领受主你迄个国外的生命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会通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带领保守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百姓，互阮会通透过阮安尼一遍搁一遍对主你的交托，一遍搁一遍透过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阮要安尼成做主你安尼看做好搁尽忠的奴仆，好搁尽忠的军队主你的门徒。愿安尼恳求祈祷，靠操作基督圣名，阿免。这是请咱同心来吟会用的诗，献诗594首，594首，我心免摇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听到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定时计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
搭坐伫专灵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陈文兰执事、魏庄训执事书献，主欢喜甘心的奉献。主欢喜咱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唔免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正做咱奉献的祈祷。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咱来读连续读2摆，来。咱一切患难中，伊安慰咱，互咱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拄着逐款患难的人。搁一摆。后书第1章第4节，搁一摆。咱一切患难中，伊安慰咱，互咱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拄着逐款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煞了，咱来看报告。今仔日有一位姊妹伫咱的中间，和咱做伙聚会，李贤慈姊妹。俺欢迎伊是赵子杰的小学同学吼，俺欢迎。阁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吗？迄个大溪教会，迄个黄长老甲长老娘来到伫咱中间吼。欢迎。今仔日大溪教会去邀活礼拜啦吼，所以安尼黄长老才有机会来到伫咱中间来做礼拜安尼，欢迎。是，安尼吼。咱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甲下主日礼拜后，主2要被办理暑期营队童工培训，请参加的童工出席。第2点，7月7到11号上午9点到下晡5点，伫本会主日学要举办暑期营，欢迎各校的学生来报名参加。
第三点，7月20下晡1点，伫本会举行 AED 急救教育训练课程，欢迎兄姐办公室报名参加。具体消息，本主日下晡3点，伫苏澳教会举行许琼文传道师、丰利牧师及就任第4任牧师感恩礼拜。第2点，6月30后拜一，牧师甲牧师娘要参加总会牧传会办理的健康检查，敬请关心代祷。第3点、第4点，请咱自行过目。下周的服事同工，请备办心。会计报告，请兄弟过目，有错5月5财务同工经济。老师有要补充吗？这时，请咱来吟上用的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林牧师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听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生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倒避讳。